大鑊消息，港澳台兄弟姊妹注意啦！內地居住證快啲釋放水，零門檻申請，首萬真係冇話喂，5大核爆級優勢，即刻開盤！證件以合一魔法，回鄉證加居住證自動綁定，過關搭高鐵叮一聲搞掂，成個世界任你去，申請易到癲，唔使租約，唔使等半年，連阿媽都唔使知，一張證件加一個電話，衝去現場半粒鐘搞掂，快過叫外賣，醫保抵到爛過街市買餸，500蚊保198萬。住院報銷7成起，買藥平過香港藥房，飲阿華田嘅錢都慳返。過關開外掛模式，高鐵閘機見到你自動叮一聲，直接卜工整你過關。威水過做明星，捉期長請過初戀，5年先搞一次，懶人專屬福利，記性差都唔使怕。閃電申請3步殺，跟住做殺冇再拖，一執靚證件，回鄉證加大陸電話冇電話，現場買張卡即刻擁有，2衝線模式啟動，揾最品嘅出入境大廳，跑慢2步都怕被人搶先，3辦證速度驚人，快過 AFC 送餐，最快半個鐘搞掂。飲杯奶茶時間已經搞掂晒，隱藏得全公開，住數多到數唔完，深圳醫保平過飲涼茶，病到醫得安心啲，大陸銀行戶口任開，理財投資話做就做，考車牌易過借火，揸車周圍去冇難度，仔女讀書直入重點學校，教育都有保障，全國高鐵任你飛，邊度都可以話走就走，生死時速警告，政策頭啖湯最甜，下個月隨時收緊，今晚漏夜排隊先係明智之選，手快有手慢冇啊！想知點偷雞申請，留言打66，即刻私信終極攻略，記住機會唔等人，快啲行動啦！